片化无音，基本无音加上标的小音、小音啊、小音是片化片音化的符号尔吼，迄是一个符号，就是爱发片声，属于开尾韵母。穿衫，注意伊的片声，穿衫。嘛有人讲困，困，狗仔互狂叫的时阵，该叫。蚊仔飞。换爬山，毋对，爬山。换，这是宜兰腔，脚酸酸，食卤卵。猫仔吼的声，喵叫。歪，开门的声，歪。鸯，鸳鸯有人讲鸳鸯。注意这片声，你若发袂好势，也会记咧片空小可甲定一个讲，安尼就发出来就是片声。